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继续来关心，拄则就讲到讲台北市长郭文德，下早接受媒体访问时，因讲因内部有做一份民调，和韩国瑜一个比较，结果伊赢10%到20%。媒体就进一步问讲，安尼是到底郭蔡配，或者是蔡郭配会当赢韩国瑜？韩国瑜伊也未回答，也毋过咱听到郭文德伊讲，敢有这个必要？咱做伙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。市长耐心的早上点评你说，若投给你是没有办法守护台湾。接着我讲，我最近在看那个民调，有一个很奇怪的民调，你知道？如果1对1，你知道哈？如果我1对1，我会赢韩国赢很多，你知道？哪里的民调？哪里的民调？你自己看到的？我们自己内部有。你是说民进党就是比较代表你要出来了吗？你要出来参选了吗？让你有信心吗？还是叫民进党支持你？谢谢。市长，你看你赢多少啊？